Hello，姐姐，你叫咩名啊？姐姐。Sukiyati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 49，你結咗婚未啊？結咗，你有冇小朋友？有2個，你小朋友幾大？一個女一個仔， 2個女1個仔啊係啊， ？OK，你啲仔女幾大啊？一個仔一個女，一個仔1個女。係啊，女嗰啲13歲， 13歲。係啊， 30幾歲啊？你個女係咪？係啊， 30幾歲嚇，你個女係啊係啊， ？OK。 30。好，你個仔咧？你個仔幾歲啊20日， ？21。OK。你喺香港做嘢做咗幾耐啊？差唔多12年，差唔多12年。主要照顧啲咩人啊？照顧老人家，照顧老人家。我想問你之前照顧啲老人家係公公定婆婆啊？有婆婆有公公，佢哋身體健唔健康啊？唔健康啊，即係需要你幫手沖涼換片。係啊，換片，係公公身體唔好啊，定係婆婆身體唔好啊？公公嗰啲唔好，婆婆嗰啲係啊，要換片啊，要沖涼。要婆婆就有沖涼換片，公公公公未試過要沖涼換片係咪啊？有啊，2個啊，喺荃灣同埋喺九龍灣嗰啲要沖涼要換片。公公你都試過係咪啊？係啊。OK。你介唔介意同老人家一間房啊OK 啊，冇問題。OK。我想問你唔驚狗係咪？係啊。OK。你煮飯叻唔叻啊？識煮啲咩嘢啊？慢冬菇、雲耳啊，跟針。跟針整雲蒸豉油雞。雞。係啊。 OK。豉油雞，仲有咧？識唔識煲湯啊？食煲湯，識煲啲咩湯啊？就歐臭魚啊，嚇？乜瘦嘢？肉，係瘦肉。歐臭魚。係啊，咩叫歐臭魚啊？咩湯嚟㗎？嗰啲啊，低條魚嗰啲啊，歐臭魚嗰啲啊。牛抽啊？係啊，牛抽啊？你識唔識咩叫牛抽啊？你唔識㗎啦你。我都唔識喎。OK，但我冇問過。OK，好，姐姐問得你幾個問題得啦。有冇食煙飲酒？冇啊。有冇紋身？紋身。冇啊。OK，身體健唔健康？健康。有冇食藥？有冇啲咩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啊嗰啲啊冇啊。 ？OK，好，問到呢度嚇，唔該晒。